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新觀點，我係文哥。近排香港同澳門都接連發生大型犬隻襲擊事件，真係令人心寒。由元朗 YOHO 商場大狗咬死兩隻小狗，到打鼓嶺寵物酒店女負責人慘遭混種犬咬死，短短5日內已經有3隻小狗、1隻貓同1名女子遇害。呢啲事件唔單止係動物權益問題，更係公共安全危機。其實養大狗唔係罪，但狗主一定要負責任。好多狗主將大狗當免費保安員，放養喺村屋、貨倉，完全冇管束。呢啲狗隻一旦失控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香港法例只要求格鬥犬或已知危險犬戴口罩，但大型犬只需狗戴。相比之下，澳門更嚴格。23公斤以上大狗出街必須戴口罩，除非通過豁免考試。有狗主帶危險混種犬去漁護署植入晶片時，訛稱係唐狗，結果令比特犬混種等危險犬隻流入社區。好多狗主冇耐性，唔教狗隻服從指令，甚至用體罰，令狗隻積累恐懼同敵意，更容易爆發攻擊行為。事件回顧：8月16日，元朗休屋村4至5隻唐狗圍攻，咬死1隻白貓。8月17日，YOHO 商場混種大狗拉里20分鐘內咬死2隻小狗。8月18日，石澳60公斤大狗咬傷單車客，外傭根本拉唔住。8月20日，渣甸山大狗衝出屋咬傷女途人，血流如注。8月20日，打鼓嶺狗酒店33歲女負責人 JoJo 慘遭混種犬咬死，震驚全港。除咗香港，澳門亦有相關事故。青州女童事件，8月13日，2名女童喺青州青雅樓附近而遭狗咬傷，膝部同腿部擦傷，送院治理。消防局已通知市政署跟進。呢啲案例反映，無論香港定澳門，流浪狗、放養狗同危險犬隻管理都存在漏洞。腦海中一直有個疑問：一隻唐狗點解可以1分鐘之內咬死成年人？根據漁護署初步檢查，涉事犬隻其實具有格鬥犬混種血統，疑似比特犬混種，即係話佢唔係普通唐狗，而係危險犬隻。香港同澳門嘅狗隻管理法例雖然大致相似，但細節上有明顯差異，反映兩地對大型犬隻安全規範嘅態度。首先，香港係以體重20公斤作為大型犬嘅界線。凡係超過呢個重量嘅狗隻，喺公眾地方必須用長度不超過2米嘅狗帶牽引。不過，除非狗隻被法庭判定為已知危險狗隻，或者屬於格鬥犬種，例如比特犬、日本土佐犬等，否則並無強制要求戴口罩。違規嘅狗主最高可被判罰款25,000元，甚至監禁3個月。相對而言，澳門就更嚴格。當地以23公斤作為大型犬界線，所有大型犬隻喺公共地方或大廈公共空間出入時，原則上必須佩戴口罩，並由成年人以鏈帶牽引。雖然狗主可以申請犬隻豁免佩戴口罩評估考試，若通過考試證明狗隻性格溫順、服從性高，便可獲發綠色狗牌，外出時豁免戴口罩。但危險犬隻或有攻擊記錄嘅犬隻，則完全唔可以豁免。違規者可被罰款4,000至2萬澳門幣，嚴重情況更可能涉及刑事責任。香港以狗帶為主要管束手段，口罩只針對危險犬或格鬥犬。澳門則以口罩為預設要求，除非狗隻通過考核。香港違規罰則較重，罰款25,000元及監禁3個月。澳門則以行政罰款為主，可見澳門嘅規管更嚴格，尤其係對大型犬隻出街必須戴口罩嘅要求，比香港更能保障公眾安全。香港或許值得參考澳門嘅做法，考慮引入更嚴謹嘅制度，例如 DNA 登記或強制口罩規定，以杜絕危險犬隻漏洞。社會反思如何避免悲劇再發生，政府要加強執法，對放養違規飼養危險犬隻嘅狗主嚴懲。意大利、以色列已經強制狗隻 DNA 登記，
香港可以考慮引入杜絕漏洞，狗主應該聘請專業訓練師教導大狗服從指令，避免暴力行為。市民要明白，養狗唔係只係愛心，仲要有責任。總結一句，養大狗唔係罪，但狗主一定要負責任。今次元朗、打鼓嶺同青州嘅事件，真正禍首唔係狗，而係失德狗主。希望政府加強監管，市民提高警覺，避免悲劇再發生。愛狗要守法，保護人同動物。呢度係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，記得幫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令更多人關注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遲啲我哋再探討更多嘅社會議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